1999您好，敝姓杨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1999你好，我想让当欢喜让你服务。1999你好，我想让当欢喜让你服务。杨小姐您好，我家外面的路口有个坑洞。张小姐你好，我下我背嘅路口有隻凹窟。張小姐你好，我下我背嘅路口有隻凹窟。我兒子開農業搬運車經過跌倒受傷了。我嚟嘅是農業搬運車經過跌倒受傷。我嚟嘅是農業搬運車經過跌倒受傷。這個坑洞啊，影響到我們的安全。你隻凹窟影響到我哋嘅安全。你隻凹窟影響到我哋嘅安全。大家常說千里平路，好跑又好走。人講千里路平，好走又好行。人講千里路平，好走又好行。一個坑洞跌倒會要命啊！一隻凹窟跌倒會壽命。一隻凹窟跌倒會壽命。了解，這邊立即為您反映。了解，你哋隨時讓你反映。了解，你哋隨時讓你反映。請問您貴姓，怎麼稱呼？請問你首相樣板稱呼？請問你首相樣板稱呼？我叫彭滿妹。我係彭滿妹。我係彭滿妹。彭小姐午安，請問坑洞在什麼地方？彭小姐午安，請問凹窟在乜嘅位所？彭小姐午安，請問凹窟在乜嘅位所？在享學街1號這邊。在享學街1號，你答不？在享學街1號，你答不？享學街1號。享學街1號，享學街1號。是的。係呀，係呀。請問它是在路中間還是路邊呢？請問個凹窟係在路東岸也係路邊呢？請問個凹窟係在路東岸也係路邊呢？在路邊的地方。在路邊，在路邊。好的，可以稍微描述一下坑洞的大小嗎？好，做得小可講一下凹窟有幾大冇？好，做得小可講一下凹窟有幾大冇？差不多一個籃球那麼大。差唔多有一隻籃球咁大。差唔多有一隻籃球咁大。請問知道大概的坑洞深度嗎？請問你哋凹窟大約有幾深嗎？請問你哋凹窟大約有幾深嗎？深度大概30公分吧。深度大約30公分深。深度大約30公分深。彭小姐，方便留下您的聯絡電話嗎？彭小姐，方便留下你嘅聯絡電話嗎？彭小姐，方便留下你嘅聯絡電話嗎？我的電話是0123456789。我嘅電話係0123456789。我嘅電話係0123456789。好的，這邊會為您通報處理。好，你能為讓你通報處理。好，你能為讓你通報處理。請問處理完之後需要通報給您嗎？請問處理後要通報俾你嗎？請問處理後要通報俾你嗎？好的，小姐，再麻煩回電給我啊。
好，小姐让麻烦你付电话给我。好，小姐让麻烦你付电话给我。彭小姐，案件已经为您登录，跟您确认一下。彭小姐，案件留你登录好嘞，留你确认一下。彭小姐，案件留你登录好嘞，留你确认一下。您反映的是响学街1号的路边。你反映嘅係向學嘅1號嘅路邊，你反映嘅係向學嘅1號嘅路邊，有一個大約籃球大小的坑洞，有隻體育籃球大細嘅凹窟，有隻體育籃球大細嘅凹窟，深度約30公分，需要做修補。體育30公分安全，要做修補。體育30公分安全，要做修補。案件編號您要記錄下來嗎？案件編號你要記錄下來嗎？案件編號你要記錄下來嗎？没关系，再麻烦请相关单位尽快处理啊。冇關係，就麻煩將相關單位下架處理。冇關係。讓麻煩將相關單位下架處理。好，請問還有其他市政業務可以為您服務的嗎？好，請問還有其他嘅市政業務做得讓你服務嗎？好，請問還有其他嘅市政業務做得讓你服務嗎？啊，没有啦，谢谢你啊。冇咧，謝謝你，冇咧，謝謝你。沒問題。謝謝，冇問題，是夢啊，冇問題，是夢啊。祝您順心愉快，再見。祝福你順心快樂，再會。祝福你順心快樂，再會。